乾元啊，乾坤的乾，易经正式，正元的正，解释的是。使用电脑报读软体，把它BOLK BLK 把它BOLK 鳄鱼喋喋不休的意思，喋喋不休的意思哦，可以中英文混读，一字一字的念。我一字会念错。乾卦。乾啊，乾坤的乾。
5个 W 给起来的是实第5啊，如何为何？为什么如何？还有一个加how much的程度如何？how much 不是多少钱吗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how much money 才是多少钱？how much 是问程度数量。how much money 才是多少钱？how 如何 ？how much 程度。钱的话是 how much money。人的话是 how many men。可数跟不可数有差别。台湾的国语文的时间要多一点，阅读的时间要多一点，要注重阅读政策要能够念长的文章，所以儿童读经很重要，从小就念很难的那个资料，一流的是比较难的，不是那么随便容易白话的。从小就念那个难的，因为儿童读经念那个一流的难的，有的才能够看长的，看难的，看长篇文章，看难的内容。我内容很丰富。乾坤的乾。
乾卦。以其含义甚广，人久不解，不得不明示之耳。即就经本言之，干卦之子以象于他卦，正谓此也。所降虽或见前后，因为明了气，不嫌重负，唯读者深切玩味之。弘教附注，用九用六，为权益最精之意，自来未能明解，以其用于卦爻内也。此二者，阴阳元精，即太极两气之初见也。因物而存，物因之生成，所谓元气也。元气元一，至后天成二，乃有干元坤元之乾元。即此九六之用。元气之体不可见，唯见其用。用之数名九六，非元气名九六也。故先天之气，恒存后天之中，而后天之物，恒有先天之精。此一元化二元，而谓生化本质者也。文言曰：元者，善之常也；亨者，家之贵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真者，事之干也。日暮三分，君子体力透纸背和王羲之的书法，家贵族以合理，很多种字体都会厉害，真不足书圣书法圣手，君子行此最高成就者王羲之。故曰干元亨利贞。初九曰：潜龙勿用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隐者也。不亦乎是？不成乎名，顿事无分，见事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为之，却乎其不可拔。潜龙也。九二曰：见龙在田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贤邪存其诚，善辟始而邪，辟邪存其诚。得博而化。亦曰：有些字破音，有些字错误，错别字。利见大人，君得人。九三曰：君子终日乾乾，细辟若厉。无咎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君子敬德修业，忠信，所以敬德也。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知至治之，可与基业；知终终之，可与存异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。故干干因其事而乾啊，乾坤的乾。虽为无咎。九四曰：或怨在渊，无咎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谓邪也；进退无恒，非理取也。君子敬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。九五曰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
签到了。飞龙在天，乃为吾天德。亢龙有悔，玉石协集，甘愿用酒。六道言而见天则，守口甘愿者，交，始而亨者也。言而守口交力争者，性情也。干时能以美丽立天下，不言所立大于哉？大哉前乎！言而守口交托。纯粹精也。六道发挥，旁通情也。时辰六龙，以御天也。欲勤于诗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诚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前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服用也。君子学以致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亦曰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君德也。九三重刚而不忠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干干因其事而已。